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新呢個頻道啦。今集第100集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呢個頻道。今集咧要分享7隻嘅不鏽鋼手錶，咁有一隻咧就係金鋼嘅手錶，希望大家有興趣。總共就8隻手錶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呢個頻道，多謝各位先。第一隻要介紹雕陀型號74033啊，呢隻手錶就全套齊全嘅，香港行貨。2019年之前個購買單咧就有周新新嘅購買單嘅，咁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啦。34mm 嘅直徑啦，咁 18K 嘅9瓦外圈，跟住一個咧個錶面咧就係帆布錶面，配上11粒嘅鑽石金鋼嘅錶帶啦。條錶帶絕對唔鬆嘅，大家係睇到嘅，唔鬆嘅條錶帶。34mm 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啦。上手效果嗱，個錶面非常靚啊！呢個布紋嘅錶面配上11粒嘅鑽石，咁條錶帶都唔會鬆嘅。大家可以睇下個狀態都好企理嘅，成隻手錶。咁全套齊全嘅，全套齊全係啦，香港行貨。睇埋個規格先，11,800蚊。咁睇下邊位先有興趣啦？有興趣記得打個62064288金鋼嘅手錶啊，18K。第二隻都係介紹呢個雕陀啦。型號76200啊，Day 款式，咁俾大家睇下啦。咁呢隻咧就大隻少少嘅，36mm 直徑嘅，個錶面都係用咗一個少有嘅錶面，布紋錶面，咁配上一個光圈啦。咁有啲師兄就唔中意9瓦圈嘅，咁呢一隻就光圈啦。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啦。36mm，咁條錶帶都好實淨嘅，成隻手錶都好企理㗎啦。仲有個底子嘅，底子都未甩嘅，成隻錶都好實嘅，條錶帶，手錶都有90成新㗎啦。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，36mm 上手效果，上手效果，條錶帶唔鬆㗎啦。咁呢隻就單錶一隻。睇埋個價錢啦，都係一樣嘅，11,800蚊。咁睇下邊位先有興趣啦。中意不鏽鋼嘅款式可以揀下呢一隻雙日曆。咁有興趣記得 WhatsApp 小弟。第三隻會介紹呢個卡地亞啦 Pasa 型號2790啊，40mm 嘅。咁呢隻手錶一個黑色嘅錶面啦。咁個日曆位咧就做咗呢個25分呢個位置嘅一個可轉嘅外圈，咁呢隻就40mm，成隻手錶咧就厚身嘅設計嘅，條錶帶都厚身好多嘅。如果36mm嗰啲咧，條錶帶會薄身好多嘅。咁呢一隻就厚身錶帶嘅，個錶頭都好厚身嘅。呢隻40mm，錶帶都唔鬆嘅個錶帶。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啦，上手效果，上手效果，咁呢邊有粒寶石嘅設計啦，擰鬆咗就可以校到時間㗎啦。擰開呢個，睇埋個錶帶長度先，錶帶仲有咁多空間嘅，17點幾都啱戴㗎啦。型號2790。睇埋價錢啦，單錶一隻14,500蚊，14,500蚊。咁睇下邊位先有興趣啦，大家都可以上網找尋下呢個型號嘅。再介紹 Omega 星座系列啊，咁呢隻星座系列咧就一個厚身錶帶款式嚟嘅，35mm 呢隻厚身嘅設計嘅，個機芯咧係用呢個2500嘅同軸機芯嘅新款嘅設計嚟嘅，俾大家睇下先。一個銀色嘅錶面啦，配上銀色條字嘅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。
上手效果35mm。咁上一次黑色嗰隻咧賣出咗㗎啦，咁啱啱翻咗隻銀色面，狀態都好企理，好新淨嘅，錶帶都唔會鬆嘅，大家可以睇下，個錶帶都好企理嘅，好輕微嘅使用痕跡啫，成隻手錶都好企理㗎啦。近鏡俾大家睇下先，最緊要個價錢同之前一樣，9000蚊啫，9000蚊。咁大家去做下功課啦。市場上我諗都要11000-20000蚊㗎啦。咁9000蚊，咁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啦，記得聯絡小弟。再介紹跛領啦，型號 A13356啊，呢隻就44mm 㗎，44mm 一個灰銀色嘅錶面啦，俾大家睇下先近嘅。灰銀色嘅錶面，一個可轉嘅外圈。咁44mm 咧，依計時依幾粒掣咧，要擰鬆咗就可以用㗎啦，擰鬆佢。咁39嗰啲咧就冇得擰嘅。咁呢一隻咧新裝啲咧就要擰鬆咗先可以用嘅，大家留意下呢一點。一個實淨嘅鋼帶啦，實淨嘅鋼帶，唔鬆嘅條鋼帶，44mm 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。嗱，錶帶仲有咁多空間嘅，上手效果。咁手錶都好企理㗎啦，呢隻手錶。最緊要留意埋個價錢，13500蚊，39都要呢啲價錢啊！大家留意下啦，44mm 都係13500蚊啫。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。咁再介紹啦，Omega 海馬系列，咁呢啲就新裝好多啦。陶瓷外圈，藍色嘅陶瓷外圈。咁個日曆咧就呢個6點位嘅，呢個機芯咧係使用8800機芯嘅，一個波浪紋嘅錶面啦，超強夜光，俾大家睇下先。手錶都好新淨，近鏡俾大家睇下先。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。上手效果，咁全套齊全嘅呢隻手錶。有出世卡有盒嘅，全套齊全。型號就係21030422006001。咁睇埋個價錢啦，23000蚊，23000。咁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啦，有興趣聯絡小弟。再介紹 IWC 達文西系列，咁一個酒桶型嘅設計啦。直徑36，高42啊！上手就啱啱好啊！呢個 size， 嗱，大家可以睇下先。一個米色嘅錶面，配上金色嘅條字，咁個放射紋咧就做咗呢個位嘅。因為有一款咧就係拋晒出去嘅個放射紋，有兩款嘅個錶面都。咁呢個咧就好睇好多啦。一個米色錶面配上金色嘅條字，一個原裝帶。原裝扣啦，有卡嘅，係冇盒，有出世卡嘅呢隻手錶，一個酒桶型設計。上多次手俾大家睇下先。上手效果，價錢最緊要價錢啦，19000蚊，超抵玩啦，19000蚊。個型號係 IW452303。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啦，一隻卡同一隻錶係啦。再介紹格拉蘇蒂 GO 啊，42mm 嘅呢隻手錶，偏心系列，俾大家睇下先。一個銀色類似夾板錶面啦，雙鵝頸微調，咁個機芯啊做咗啲前邊嘅，所以倒轉嘅系列。咁後邊咧就咁樣嘅。後邊有機芯，咁啊前邊望到呢隻手錶咧就手上鏈嘅，咁有動力儲存啦。你上鏈嗰陣時，佢就會喐噶啦，可以睇到仲有幾多動力嘅儲存。
一條代用帶，原裝扣，一個原裝嘅接扣啦。上手俾大家睇下先，42mm 上手效果。睇下邊位先有興趣啦。價錢37,000蚊，37,000蚊。個型號就係166060422205。係啦，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啊，37,000蚊。咁睇啱邊隻手錶呢，就 WhatsApp 小弟啦，實體店交收。多謝各位先，多謝，記得 WhatsApp 62064288，多謝各位先。